嗨吼，萨利卡卡马波隆，起码要形系搞固。欢迎回到米萨诺邦在鲁马10日学主语拿主语绘本活动。今天是第9堂课，马耀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些公共场合遇见到主人的经验过？通常我们会一句相见欢说“做啊过你阿罗那美苏”，又或者是回到自己熟悉的部落，遇见耆老们，耆老们可能会问你“亲马比苏”，但可能这时候会有一个 OS 是说怎么办？不会说主语，我要怎么回应他们？马耀其实小时候是跟阿公阿妈一起生活的，回想起那时候，其实我的母语说的并不好，但是我却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，每天听阿公说故事，每天听阿妈在骂我，在这不知不觉的环境下，我沉浸在阿美族的语境，那也在不知不觉中，阿美语生根在我内心深处。但最感动的事情是，我发现我的母语是有基础的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我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很多次都被自己感动。第一次帮助父母而感动，第一次为了自己懂事而感动，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努力考到好成绩而感动，那一次小发明为自己的小发明而感动。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都在学习，很多东西其实它不需要有一些限制，但就可以创造一些非常好的价值。那今天就让我再带着大家一起学习主语，一起加入我们哒哒哒。咖啡店案房间，咖啡店案房间，比利路镇浴室，比利路镇浴室，卡古马恩南饭厅，卡古马恩南饭厅，大大一案厕所，大大一案厕所，巴拉方案客厅，巴拉方案客厅。达拉祖啊爱吉娜，带着爱咖啡店吉娜，达拉祖啊爱吉妈妈，带着爱比利路镇吉妈妈，达拉祖啊爱吉巴奈，带着爱比拉方案吉巴奈，达拉祖啊爱吉古拉斯，带着爱大大一安吉古拉斯，达拉祖啊爱吉马腰，带着爱巴拉方案吉马耀。妈妈到哪去了？怎么说？达拉祖啊爱吉伊娜，妈妈去房间，怎么说？带着爱咖啡店吉娜。爸爸到哪去了？怎么说？达拉祖啊爱吉妈妈，爸爸去房间睡觉，怎么说？带着爱咖啡店吉妈妈阿玛夫店。哇，我们的阿美族语言是不是简单又有趣呢？未来其实有很多的场域都可以提供一个友善的族语环境，可以充分使用我们的阿美族语言。
今天来到了第9堂课的尾声，你是否也开始想起部落那富饶农田与中央山脉，以及那丰富的大自然冰箱呢？阿美族是我们独一无二文化身份的关键元素。现实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，也都是值得注目的主角，也有属于自己的舞台。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，所以在这人阿嘎达捞嘎达列米森鲁班扎好，好了哟，我们明天见。